大家好，我係沙田第一城分行 Bosco，今日帶大家睇呢個一座嘅低層 B 室，實用面積總共有451尺，原則係3房改一做2房。呢個係第一城一座嘅低層 B 室單位，實用面積有451尺，原則係3房，咁業主將佢改咗成一個2房。我哋先睇下佢個2房改成點樣先。原本呢度係有個房嘅，咁佢拆咗出嚟變咗一個大一房設計。3房改咗2房，呢個就係2房變咗1房嘅單位。再睇下另一個房間，呢個正常冇改動過嘅。跟住再望埋個廁所，再去睇埋個廚房。